今個週末放假，安排咗澳車北上1日遊。今次去中山飲飲食食，行程都幾豐富下㗎，一共去咗5個站。第一站嚟咗中山三鄉嘅麗桃園海鮮老酒家食海鮮。呢間海鮮好多分店，遠近馳名，見好多本地人、港澳車都嚟食。佢有游水海鮮，有得飲早茶，食燒鵝、乳鴿。我哋3個人食咗好多嘢，埋單760蚊人仔，都算新鮮抵食。第二站就去咗中山沙溪一間祠堂改建嘅咖啡店飲咖啡，佢個店名叫做福次 Foxy Cafe， 原址係彭氏大宗祠，建造年份就不詳。可以見到呢種古建築活化再利用嘅空間其實都幾唔錯，既保留咗文化遺產，又賦予佢新嘅生活功能。雖然今日烈日當空，但係祠堂裏面樓底夠高夠通爽，人流唔多，感覺成個人都好放鬆。每一個角落都可以隨便影相，都幾出片下。今日我哋叫咗5杯嘢飲，都係100蚊鬆啲埋單。中山物價真係好得。見到時間尚早，我哋加插咗第3站去按摩。今日揀咗西和里按腳，50分鐘80蚊。啲按摩師好夠力度，認真按，服務唔錯。按完成個人都鬆晒，有下次。第4站就去咗中山山姆補補課。呢個山姆超大，人少過珠海嗰個好多。星期六黃昏時間行都超寬敞，可以慢慢睇，體驗幾好，有一種去咗美國 Walmart 行超市嘅感覺。返澳門之前梗係要食個晚飯啦。第5站就去咗食煲仔飯，我哋揀咗順路返珠海嘅餐廳，就去咗一煲夾食臘味飯。我哋仲叫咗香茅雞煲同埋蔥花餅，埋單唔使300蚊搞掂。呢間餐廳嘅裝修都好有廣東味道，幾有韻味。今日就分享住咁多先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